由文化部规划大型户外歌戏音乐剧一六二四，由各大出名的歌戏小生小段做伙来演出，透过歌戏来扮演着台湾历史故事。这出戏呢，今仔日伫高雄开记者会，带观众朋友来去先看先赢。我会去请灵公主落来诉会家。由两位歌戏的天王孙翠凤甲邓美云来扮演400年前的地质量甲荷兰人，两位王牌来演对手戏，观众拢拍破啊！这出1624歌戏音乐剧是将荷兰统治台湾发生的故事，用歌戏的方式来演出。初一伫高雄开记者会，其中精彩片段是头摆献光。所以不管是1624，还是到即摆2024。经过这段期间，咱所看到的是所有人伫这片土地顶面留下因真实的情感、流汗、流血，用性命去保护咱这片土地。1624是台湾甲世界小队的开始，伫这出戏当中，迄当时有闹荷兰人、汉人、还有希腊亚、日本人等等。演员讲，1624大型户外歌戏音乐剧，拢总有13个团体，台前幕后动员500人演出，将400当前荷兰甲台湾连结来做全新的转型。1624的当讲是超级大型的户外，而且是华语的音乐剧，这个在歌仔戏的历史里面从来没有过，所以它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应该是我们第一次用这么专业而且大众的表演艺术的方法来实现我们谈我们自己历史的过程。这也是高雄中山堂整修以来头一组演出的戏剧。这出1624歌戏音乐剧，按算2425伫台南高铁站来做演出，为台湾400年的历史起鼓。记者钟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